中国今仔日举行阅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罗西亚总统普京、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有史以来头一届3个人同台出现。干部制诈骗集团甲国内恶毒联手，运用 AI 换名人的面拍假的投诉影片，尚无18人受骗，去互关走1亿2千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来看这国际大代志，就是中国今仔日举行阅兵游行，有26个元首甲国际组织的领袖出席。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罗西亚总统普京、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是有史以来头一届3个人同台出现。这就去互外界认为讲，这3个人佮加上伊朗等等威权国家的头人同齐出现，就是要展现同盟的关系，对抗美国的势力。也若是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网络顶就刊文章，这讲话是真酸。且这习近平就算因是当咧暗中参详要对付美国，伊原是爱代替伊，甲普京也佮金正恩诚心拍就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俄罗总统普京前后行航坦，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致意。三人则罕见伫中国93阅兵游行顶悬斗阵翕相，无受邀请。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贺以外，用词也真口水。川普声祝福习近平主席甲伟大中国人民度过一个伟大永久的庆祝日，请代我向普京甲金正恩致上上诚挚的问候。在恁密谋对付美国的时阵，佫强调美国伫二战期间为帮助中国付出真大资源甲血，希望这美军的奉献应受中国应该会致敬甲纪念。这摆阅兵包含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等真侪位权威国家领袖拢参加，特别是中国、Russia、朝鲜、伊朗4国领袖做伙，互华府战略专家叫做动荡的新的联盟已经形成。这活动展现团结对抗西方国家的意思。路透社分析，北韩领导人顶一摆参加中国阅兵活动是伫1959年，迄时阵是北韩国父金日成参加活动。对金正恩来讲，这摆阅兵是参加过规模上大的多国外交活动，也暗中提供机会去扩大外交圈，得到发展核武的稳定支持。特别是这摆到中国，佮带查某囝金主海，这是金主海第一摆访问中国，也是伊第一摆伫国际重要场合出现，佮一摆引起外界认定。北韩未来接班人上可能就是金主海。数十位国际政要。除了北韩，罗西亚领袖也有贝夫哈萨克、巴基斯坦等领袖代表参加。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原本因为国内示威军甲促销参加，却临时决定无要参示威的动乱，来到北京参加阅兵。另外，印度总理莫迪认为报道，莫迪昨活动目的是庆祝对日抗战胜利，为无要伤害日本，所以甲代表团拢无出现伫阅兵游行的现场。公司新闻单是董朋友。近日是有20几个台湾的艺人转发中国央视的政治宣传文章，去互文化部约谈。迄当阵陆委会就讲，毋是为着要甲因处罚，是为着要甲因警告讲，以后袂使阁转发这款文章，若无就会动用相关的规范。不过今仔日中国举办阅兵典礼，有原是有超过10个艺人转发。我们现在画出来的这2个红线去唱和要消灭中华民国国家主权，或者是矮化国家主权。第2条红线就是去唱和武力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争议陆委会昨摆发出警告，中共93阅兵期间，台湾艺人若阁出现配合中方宣传矮化、消灭咱国家主权，会依法处理。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央视青山发文强调93盛大阅兵爱斗阵铭记历史，包含书记吴匡林、伊令晶、吴奇隆这10多位台湾艺人拢有转发。演艺工会是到解释讲，其实伫对华发展的艺人有真侪无奈所在。我是认为这个是要不断的提醒跟不断的宣传。你也知道，艺人就只有靠舞台嘛。那如果那边给他更多舞台，那怎么办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根据这个文章内容，陆委会也到底来进行资料收集甲分析，初步了解认为也无牵涉减损中华民国地位，也是宣扬以武力改变两华现状。不过也呼吁全体国民甲在野政党爱认清中共举办阅兵的意图。民进党的很多的立法委员，或者说民进党的好朋友伙伴们，自己也在中国大陆这边以中国台湾来去做生意，以中国台湾来去赚人民币。那请问，
陆委会要不要一并也警告，不断的用抗中保台的这张牌来打压异己，这件事情民众都看在眼里，都是觉得是双标的行为。政府之前已经多次的呼吁艺人应该考虑这个社会的观感哦。那针对这个陆委会的表示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尊重陆委会的说明。民进党方面只是表示尊重陆委会依法处理，国民党是强调依法行政伫两岸交流是相关的原则，也是上佳底线。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除了利用网庆、利用艺人这寡文意见领袖做文化统战，这10几个月以来，根据海巡署的统计，入侵咱金门水域的中国海警船计共有85只，进入咱汉这水域的其他种类的公务船，甚至是有515只。而且根据美国智库的报告，中国伫咱台湾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是硬设政治平台，离东沙军岛汉这水域仅达48公里。中国海警14603。天气真歹，海涌真大，海巡人员并行距离侵了咱国水域的中国海警船。根据海巡署上新的统计，对2024年2月到今年8月底为止，经过金门水域的中国海警船总计85只，也来经过金门、金汉济水域的中国海监加科研加其他公务船，更加总计有515只，而且这中方的铺设地带侵扰，敢若有增加情形。美国国防政治团体詹姆斯顿基金会最近发布的报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所属的油气船只，也佫有几若座钻井的平台，正伫台湾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底钻探石油加天然气。其中一座离咱东沙群岛汉济水域只有大约48公里，进前更加一度挖群到大约只有0.7公里。分析中方想要用商业活动在暗号就此推进领土的主张，一步一步建立管辖权，也可能转为具备军事用途的前方要点的基础设施。它其实相当程度的也是要来试探我们的这个反应。我觉得政府现在在南海的，当然东沙像太平岛这些地方就是有关我们对中国这种灰色地带冲突的这个底线是在哪里，我们自己要很清楚，要不然的话，它只会亲门踏户，等于是这个得寸进尺。学者指出，除了掌握中方动作以外，咱方也应该维持底线，要有警觉，并且小心来反制，避免发生进一步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南亚大国印度是有不少人才，拢伫咧各大科技大厂咧食头路。即阵因印度本身嘛想要重点发展半导体，当地初二就举行印度半导体任务大会。因的总理莫迪就宣布讲，美国加起2座半导体工厂，甲8座封装测试厂，目的就是要让这半导体生产链更较完整。印度总理莫迪接这条包装好的32微环处理器，这是第一摆由印度生产的晶片制造。不过，印度在半导体产业方面也无进入领先群的国家内底。根据印度政府讲法，印度在半导体设计方面已用3奈米的水准。不过，产业分析公司指出，印度的半导体制造依然是伫落地后边的现象。即卖半导体工厂是78到90奈米的成熟制程做主力，也可能应付一般的汽车用晶片。不过要进步到高阶手机、人工智慧、数学的产出，都要用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的水准。所以，印度政府这几年大力推动所谓的印度半导体进步 ISM， 总预算达到90亿美金，除了将半导体研发制造列为国家战略级的产业，佮邀请各国的半导体业者斗阵投入资金甲技术，比如台湾的力晶半导体、美国的美光科技，拢是印度政府的合作伙伴。हमारा सेमीकंडक्टर मिशन सिर्फ एक फैब या एक चिप निर्माण तक सीमित नहीं है। हम एक ऐसा सेमीकंडक्टर इकोसिस्टम बना रहे हैं जो भारत को आत्मनिर्भर और ग्लोबली कॉम्पिटिटिव बनाए।莫迪伫演讲内底宣示的气工厂的计划包含2个半导体厂加8个 ATP， 也就是组装、测试加封装工厂。比如印度塔塔集团会甲台湾力晶合作投资110亿美金起半导体厂，专长伫半导体元件、美光科技等业者伫印度合作项目是建立 ATP 产业力量。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
等来看咱国内社会消息，一个兼职29岁姓吴的摄影师，是牵涉透过网络，也是参加一寡 cosplay 摄影活动，性侵害尚无有29个未成年的少女，而且伊阁把这侵害过程翕落来，受害者上介少年的是敢若12岁。这份人民地检署今仔日就甲伊提起公诉，求判25年的动刑。警方到4月10人住的所在，当场查扣摄影器材甲做硬碟，伊涉嫌对2016年到2024年经由社群交友软体，也是参加实体甲实伴演摄影活动，诱骗强迫29名未成年少女，并且性侵害，也翕一个影像留起来。云林地检署查3伊涉犯刑法强制性交加儿童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这罪嫌，甲伊提起公诉，具体求刑25年，将议员关押禁见。性侵者共有29名少女，年龄介于12岁至17岁间。本案无性摄影师涉嫌刑法强制性交及儿少性剥削条例等罪嫌，求处定执行行为至少有期徒刑25年。判越多越好，因为我跟很多人了，那有些人他们就太小，就说不能出面啊，然后怕家长知道啊。警告事件起因是2024年底，一个婚龄女高中生团4号，这450人性侵害，家长带伊验伤报警，4个定情，但是才爆出来。专案小组也伫3号2条内底发现6817部无共少女遭到性侵害影像。内审基金会认为，青少年时期想要展现家己，争取社群的认同。小龙摄影师以免费翕相摄影，尽管的心思以后会合作这方式诱骗，互人误入陷阱。先去讨论，那我要照什么样的照片？好，我的尺度、我的服装、我的风格，那要用在什么用途？找一下伴，找一下家长跟着自己一起，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相对保险的事情。然后地点上，我们选一个公开的场域。妇女团体建议，父母囝儿中间应该先处理理解信任，再一步一步协助引导。云林地检署强调，受害未成年少女上细汉只有12岁，将也无发现有被害人的影片，向世界乱寄送，也呼吁家长爱注意出来的囡仔有个样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柬埔寨诈骗集团是甲咱国内恶道联手，讲大钱组织高级饭店请演员拍假投资说明会。而且，佫利用 AI 来换面，把这演讲者改作是名人，争取民众的信任。上无是已经有18人受骗，计共去互拐走1亿2千万。而且查到佫发现讲，这去年伫咧台北内湖有一对母仔囝去互诈骗了后行底路，可能嘛甲这个诈骗集团有关系。当规事西米路出现全场拢是破声，讲述行上大情，分享投资理财。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认真真的好好的赚钱。内顶公家吹甲全埔受到大家喝彩，不过这场见面会为讲者甲听众拢是事前准备好的，出来早读剧本，现场应该就真的。在一些高级的宴会场所、宴会厅拍摄影片，会放到这个有被害人所在这群组，营造一种股票公司运作很正常。警方查获在台嫌犯，未少有帮派背景，涉嫌替柬埔寨诈团做代志，开大钱做饭店的场地，招募大量临时演员，用假投资老师见面会打造甲有模有样，每一届卡要着都开800万，专程拍片记录上传群组，背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互被害人伫投资骗局愈陷愈深。冒用股票老师名义于群组内授课，及冒用投资公司名义成立假投资 APP， 谎称可获得高报酬。并开群组对话内底提起的5教授也是无名使用，嫌犯透过 AI 画面将讲者的面换做台经院董事长吴中书，也是有名企业家吴国林等专家学者以假乱真，提悬可信度无到1年就18人受害，骗超过1.2亿，警方搁较无排除害人自杀。家属捌悲伤上验，都伫去年12月，台北市内湖一对母仔囝发生哄骗千万，将机会行上绝路。这个案经过刑事局调查，怀疑死者甲专案有高度关联。不过，即摆落网的17人，虽然有部分互起诉，却只有1个人有互羁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阵是天狗节流行的季节，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就要注意讲，这厝顶、露台也是顶仔骹，敢有积水的物件，都要提早摒掉，这网仔才袂伫咧内底脱洗。根据中国卫院的研究报告，因为即阵天气愈来愈热，发现这炭白网、花卡网脱洗范围是往北边扩大。去年云林的北港都已经出现啊。
而且这篇报告佫讲，佫过差不多15年，花卡蚌可能会拓升到台中花莲，而且因为这交通南来北往，花卡蚌嘛有可能直接坐车就北生团。高雄市环保人员伫大街小巷甲石内环境喷消毒水，因为今年本土天狗日累计有12例拢伫高雄市。为着防止天狗日疫情扩大，各县县上新研究发现，花卡蚌原本是南部天狗日主要传播源，甲北部的白沙版本实性无共。因过去年伫云林北港发现花卡蚌反式拓升后代现象，显示有向北刷动的趋势。埃及斑纹的寿命比白线斑纹长。它又相对白线斑纹比较喜欢室内，它会就是叮很多人，所以它传播登革热的能力又比较强，所以有埃及斑纹的地方就要花更多的心力去对抗这个埃及斑纹。郭委员表示，这份研究是利用气候模型来估算，结合白雾网伫台湾分布甲气候资料，包括气温、湿度、雨量等，估算蠓仔会出现伫倒一寡所在。随气候变迁，去年伫云林北港发现花卡蚌的踪迹，估算2024年进前，适合花卡蚌生存的县市可能增加台中甲花莲等地。另外，报告也指出，板桥车站甲新乌日车站较会发生花卡蚌随北上列车刷动到北部的事件。所以交通中心也爱定期监测。地方单位如果有发生病媒蚊子上比较升高的现象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动员，会去做资源源的一个清除。疾管署强调，天狗日是环境病，尤其目前当时天狗日流行季节，加上最近天气高温，钓有过到了后落雨，有利白蚊网滋生，传播风险增加，呼吁民众爱主动清除，积极勇气，落实顺道清除，才会当彻底阻断天狗日的传播路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带大家来看韩国首尔中部这座公园，有这款3D 导演的警察，大家暗时7点到10点拢会准时来这上班。伊是甲过路民众放松讲，这附近是有监视器的，若是出现紧急的状况，警方拢会赶紧来处理。观察一只马了是发现讲，伫这附近食酒闹代志的情形是减真济，犯罪率嘛降22%。警察全副武装，就安尼直直徛伫首尔市中心的阿里沙子，真就看这警察的身体是半透明的，伫乌麻麻的公园内面，雄雄出现个无去，难免互人看一个起鸡母皮。但伊其实是守护过路人有功劳的专项导演警察。 일단은 일반 사람 같이 생겼고 밤에 봤을 때 그리고 이 일반 사람 옆에 있다고 생각해 경찰관이 드니까 저는 안전하다고 더 느끼는 것 같고 개인적으로는 아무래도 이 지역이 좀 술집거리이다 보니까 술을 드시고 이렇게 많이 돌아다니시는 분들에게 좀 더 위압감으로 다가와서 좀 더 안전한 거리로 만들어질 수 있을 거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首尔的中区以及路上店街附近的土洞3区公园，暗时定传出有人伫遮相拍，真侪人唔敢经过。为着解决这个难题，首尔中部警察局的警员金秀香想着讲，会当利用科技，让警察真有存在感，世界拢看会到。 가족이나 친구들이 공원을 지나갈 때 너무 무섭기도 해서 돌아간다는 말을 자주 들었어요. CCTV나 경찰관들이 24시간 모든 곳에 상주할 순 없잖아요. 要打造这种看会到的安全感，第一步就是要放一块含真人警察差不多边悬的亚克力板啊，差不多175公分，再甲移落的警察画面对后壁精准投射，对头到脚清楚呈现。 飞机警察会发出语音的信息，提醒路边的人，这区有设监视器，若是拄到暴力、这紧急状况，警方会及时来应对。对2024年10月增加单，这个区域的犯罪率真正降啊！ 이번에 홀로그램을 도입하고 범죄율이 22% 정도 감소가 됐거든요. 특히 효과를 보인 건 어떤 주치로 인한 폭력이나 시비 같은 우발적 범죄들이었어요. 导演警察执勤的时间是每天暗时7点到10点，每2分钟会出现一摆，配合 AI 监控镜头，各一次都会通的紧急铃，三重保护，互行过这条路的人加减拢会较守规矩。公司新闻温鸿仪编译。去澳洲旅游的时阵，上惊的就是拄到这整流仔，甲你的物件偷摕去。伫咧英国伦敦是有一个外送员，伊是炸一个摄影机，专门伫咧人较侪的所在行来行去掠这整流仔，而且伊佫会大声喊出来，甲群民众警告。这整流仔听到就会赶紧落跑。伊嘛甲这款影片放上网络，提醒大家，就爱赶紧甲家己的物件顾好好势。Watch out, you guys! Pick your pockets! Pick your pockets! Watch your belongings open. Your bag is open.
32岁巴西籍外送员加迪诺，逐工伫伦敦热门的景点巡逻。伊出身警察家庭，真内直接感觉也有经验。伊一粒就使看出南地的侪人内底，2、3个人互相暗号的这个监理员集团。伊的大声警告游客，互监理员赶紧走。有当时一天会拄到同一批监理员几下摆。Attention, guys! Pickpockets! Pickpockets! Carry on, rats! Let's go! The couple here are pickpockets. Attention, your bag. Thank you. 加迪诺逐工骑电动脚踏车送外卖，伫街路上看到真侪监理员集团，真简单就偷摕到。正义感促使伊自发性开始掠贼仔。伊炸一个摄影镜头，甲犯罪过程拢录落来，也协助警方掠到未少的监理员。伊甲这画面上传到 TikTok、Instagram 这社群的平台，得到真悬的点看还有回响。7月底一段影片观看次数甚至冲上2700万次。伊就20名外送员朋友合作，用 WhatsApp 来斗相簿，造成反监理员联名，影响力是继续扩大。当然也互这个监理员集团来咒骂、配水烂。I'm not afraid at all, you know. I don't want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m. I don't want to have a fight or some kind of this thing. I just want to spread the awareness and that's it. These people get up in the morning like for steal you know. They don't pay tax, they don't produce nothing to the society. They just came for steal. They are like parasites, you know. 不过这也是算是不是专业的个人行为，不是所有人拢支持。犯罪专家讲，伊的行动可能互家己也是记录人陷入危险，也毋是长久有效的犯罪控制方式。也毋过，街路民众互加迪诺的回归非常的直接正面，也实说伊继续努力的动力。Hopefully, your videos, tourists come to London who maybe don't know about the phone snatchers will see your videos. Or when I screen or switch. Yeah. So, I mean, if we've seen your videos in like the last 2 weeks, then I'm sure it's gonna reach a lot of people. So, keep up. 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